龍泉谷入口，隔離有公廁水機，開始進入谷古道地行呢個水路啦。啲人行到冇晒聲，多嘢講變到唔講嘢。我練下 rest 啊，佢就咧喺度鼓勵緊大家人跑上去，唔好儲針，125，恥笑緊我。話說啱啱就講開，我話針草冇，我跑盡都要148，草山唔停。跟住阿 Rex 就突然間講咗句：乜草山要跑嘅咩？跟住佢又做咗135呢個。有啲賓機味喎，邊個搽賓機啊？哦，啊好啊好啊，怪錯咗 Kathy 啊！好，幾 chill， 你睇下 Kathy 幾 chill， 買 BCA 可以揾王子啊 ，chill。譬如我哋就有好短嘅路徑，7K 就完結啦。Easy。見到啲人咧，腳步滿山，我哋經過咗菠蘿伯呢個起點，再一次重新出發。所以我呢個班上堂係咪 OK 輕鬆？唔係，你頭先唔係咁講，你頭先話係咪啱啱地嘅人？你聽錯。龍門嘉黎徑肥仔柱，睇下後邊先，關顧下個同學仔先。關顧還關顧都要行喎。川龍唔去，元康拗繼續。唔會，去到就好變態啦！大家已經係超過咗20K 啦，再去我驚大家都麻麻地，所以我就中途會插落去噶啦。今日我哋完咗相思林徑第一個10字路口，我哋就落翻龍門嘉黎徑。我哋而家咧就落山，超大風大雨㗎嘛。有雷暴嘅1點鐘可以盡快落山啦。好，咁我研究下啲落山嘅點咧。咁啊，第一人生最緊要密腳，係啦，密腳。好，追大家。落冰雹就唔係好想啊，大佬。大風啦已經，最後急落啦呢度。話說呢度落山，王子直頭捉我3年抱兩，話政府會俾多2萬蚊我。咁你想象一下呢度落山個斜度係幾咁斜啦？係啊。最後唔計加操啊，同大家跑咗大約24K 1500升左右嘅。